我教英文，我入考冇咁多钱，我个上去外国教了，我呢好不容易存到钱去落杯。你就上去看到地方的个风俗民情嘛，讲因的呢，学因讲的话啊，吼啊菜地的个衫裤啊，不过我教了面容留美之后，奇怪看不到男生，因为我呢第一摆看到系嘛个时间，就我识来朋友，好神欣赏，就等下去面容街上对面有一个锦兴南山店，个罗阿伯喊出来，个时间喊出来，系啊，阿姨就等下去请个罗阿伯聊，就本来看个富人家的衫裤嘛，家结婚的冇？唔钱啊，识来朋友，哦，但係迄個時節啊，開講我就哇，有米絲嘅衫褲，伊就問我講，一樣紅色嘅，衫袖是紅色，講一樣有獎冇？我講有，講買兩本好冇？我講好啊，結果係買嘅啊，有紅色的，有哦，衫袖紅色的，紅色就係新娘衫。哇！所以我同佢求婚，一直求婚方式如何呢？我就問伊講是調工嘅，喊你講冇小心就求婚離嘛個意思嘛吼。嗰時節唔對啊，伊講嘅樣地講嚇新娘衫，賣貴唔係就係假人嘅嚇，所以就安尼，假過來嘅。不過我感覺夠好啊，所以我哋嘅結婚嘅時候就做嘅客家嘅新娘衫。唔正經結婚都做嘅，錯啊。所以我做嘅新娘衫，我開始做以後，我對伊有感情嘛。我樣地講頭擺嘅面容富人家，還有嘅細阿妹，全貴重嘅人，早晨都按部攏做男衫。所以其實一種衫褲是頭擺日常生活的服裝。不過，後面從講嘅冇人看得到嘅啊。